想要来讲，大家拢真关心的防疫保单。金管会针对社保甲理赔提出着5大原则，要求保险公司增加人力来办理社保甲续保。只要保单完成续保，保险公司就应该来负责，嘛当用数位健康证明来作为确诊理赔证明的文件。指挥中心嘛来宣布，快筛阳性就是确诊的这个政策，按照这礼拜就会开始来实施。金管会讲会配合防疫的政策，决定理赔的事项。确诊人数一直增加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，快筛阳性经过医生诊断了后，定义确诊会全面上路，就惊产生道德风险，民众无法度得到保单的理赔。很多事情都会有道德风险。但是我想还是以配合防疫政策为第一优先，看卫福部最后他的防疫政策的调整。那我想我们工会再去做一些判断，他会决定一些理赔上的一些注意事项。面对可能有新的问题，金管会针对社保和理赔决定5大原则，要求业者加派人办理社保和继续投保，只派专人质询处理争议。保单社保完成，保险公司要负起保险责任。以所谓健康证明做确诊理赔证明的文件，配合防疫政策调整，请保险公会严定相关指引。民众若选择3加4有隔离处分，而且有隔离疏失，保险公司爱理赔。如果民众要选择3加4，那当然就是要理赔。只要保险公司已经同意承保的这个保单，以前他买了几张，保险公司都有这个责任。即马轻症或者是无症头确诊者是居家照护，不过居家照护无伫防疫保单的条款，民众烦恼无法度摕到理赔。医疗行为本来就是卫福部去界定的，金管会不会越俎代庖。居家照护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医疗行为？那这个是由工会去做决定的，并不是说金管会就拍板定案说吃药才是医疗行为。金管会嘛要求业者兼顾其他险种的保护权益，唔来偏过防疫险理赔需要的资金，提早准备，嘛要定期公布相关的数据和理赔流程，让民众会当来调查处理的进度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